讲的不道德的话就是作孽。早安，好，谢谢。早。主席，现在这边好吗？我已经投票投了很多年了啊，都希望能够平安顺利、公平就好。主席，我们今天投完票会下高雄吗？还是今天会在党中央？我大概在一定时间我就会到中央党部，因为随时要了解各县市的状况啊，所以一定会到中央党部去。主席，因为昨天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于天，他在台上这个造势的时候，脱口说出"死韩粉"，你对这样的说法感觉如何？这个自有公论啊，我不批评。每一位公众人物啊，所讲的话都要为自己负责。讲的不道德的话就是作孽，讲的道德公平的话就会受到民众的好评。每一个公众人物是要为自己的言行负完全的责任，我们不必批评他。这样今天心情会不会有点紧张啊？今天心情会不会有点紧张？所有的选举在揭晓前，当然都会有紧张，但是也会有信心，也会有期待。谢谢啊！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你们大家，谢谢啊！这边，感谢，好了，谢谢。